东山田尾禅位天圣湖，它的庙上面有那龙舟呢，有大禹尊王。哦，尧舜禹是古代的圣王，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为大为大，成为圣人，尊称为护界圣帝。护界圣帝，你看，农历10月15圣诞呢，就是下元节，下元节，解厄大帝啊，下元三品水官，解厄大帝，水官大帝就是大禹啊，大禹治水，大禹，尊称护界圣帝。农历10月15圣诞，大概那个时候有活动，东山天圣湖，有九龙池后，九龙七星平安，进财桥。哦，你看，这庙是屋顶还有龙舟呢，还有大禹治水，被尊称为护界圣帝，护界圣帝。东山田尾禅位天圣湖。